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整親嘅時候應該去做邊一種嘅掃描。市面上有幾種比較流行嘅掃描，咁例如係 X 光啦、MRI 磁力共振，又或者係 CT 電腦掃描。X-ray 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快捷去檢查有冇明顯骨折，又或者移位甩骹嘅掃描方式啦。咁佢係比較快同埋經濟實惠嘅。不過有一啲比較微細嘅骨折咧，佢就未必會 pick up 得到。而我哋懷疑仍然係有骨折嘅情況咧，咁我哋就會推薦病人去做一個 CT 啦，出到嚟係一個 3D 嘅影像啦，咁一啲比較微細嘅骨折咧，佢亦都可以 pick up 得到。第三種就係磁力共振，如果我哋懷疑韌帶、筋腱、神經又或者其他軟組織有啲咩問題咧，我哋都會推薦病人去做一個磁力共振，係會比較貴啦，用時都係比較長嘅，但係佢出到嚟嘅影像咧就會比其他嗰兩款更加清晰啦。唔係話一受傷就要即刻去掃描嘅喎，有時都未必真係需要，臨床檢查可能已經足夠去判斷㗎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，記得隨時問翻我哋啦。